来看嘉义梅山有一间英英国小，自1960年成立，尾因为学生伤少2015年绝废掉。去年有民间的公益协会申请认养学校，讲要推广教育。不过当地社区发现协会是大主大意，甲学校一寡树仔拢撤掉。社区是要求市府着爱来处理。社区理事长有手边的树仔，差不多互人撤甲剩1/3，边仔阁有真侪树仔是规丛拢互撤掉。两岸社区发展协会讲，国小废校了后，有一个协会来认养，结果煞甲学校内底一寡树仔拢甲撤掉。一个基金会来到咱遮，未开始建设着，将咱先民留落来遗迹、古树拢甲撤咧，阁甚至边仔遮个农博啦，遮个环境开始破坏，村民感觉讲足毋甘、足愤慨安尼啦。毕竟这是较早阮村民所管出来的地嘛，大概是一本机一枝头所掘出来，较早是用掘的，无机械。安尼的时阵，互外口人来遮伫管损害，阮就感觉真毋甘。社区讲，互人撤掉的树仔，有诶就偏落去边仔的山坎，嘛毋知影敢会造成危险。代理管理两岸国小的太平国小表示，认养的合约顶面只有会当修正实物的权利。针对认养单位撤树仔的行为，已经要求因仔向社区甲主管单位来说明。有关于龙井国小校区树木修剪的事宜，那我们已经有接受到村民的一些反映，近期会强力要求承租单位上山来跟我们龙眼国小的社区居民来做说明以及协调。根据社区统计，目前互人撤掉的树仔有4丛樱花、2丛梅花、1丛土肉桂，有的阁是学校成立进程就种伫遮的树仔。记者打电话去认养单位，对方无接电话。嘉义县教育处表示，认养的协会无权利撤学校内底的树仔。了解状况了后，若是伤过严重，会考虑解除这个协会的认养合约。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